我们苍松村属于高半山村，很多老百姓都到外地务工了，所以我们在高半山闲置的土地也很多。现在我把老百姓的土地扭转过来了，种植的中药材有大红、红毛五甲、川刺树、高山细叶羌活4个品种。这4个成熟的品种推广到甘孜、阿坝、凉山，来自于西藏。目前后期的计划是准备建立2000亩的核心基地，辐射带动全县在2026年种植1万亩以上，总产值收入在1.2亿以上，辐射带动全县种植中药材人均增收每年在1万元以上。